就係我哋要先接受同埋盡快知道發生緊咩事啦。因為你情緒一唔穩定咧，你不單止揾唔到個解決嘅問題，咁仲會咧就可能令到自己跌落深淵，無法自拔。咁正所謂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啦，聽起上嚟啦都幾有道理㗎。例如話學業啦、事業、感情、健康嘅逆境，都會喺人生中啦唔同嘅時段出現㗎噃。嗱，咁喺職場面對失敗、逆境而行，又談何容易呢？咁尋找出路，亦都要經過反思、重整同部署。嗱，絕處逢生、柳暗花明又一村啦，亦都可能會發生㗎。咁呢啲亦都係理想嘅諗法嚟㗎。部分嘅打工仔啦，每日朝九晚六啦，為生活忙碌，咁同時啦要面對公司嘅內部競爭、嚟自上司嘅壓力等等，咁過程中難免啦係會遇到各種嘅困難同埋挑戰嘅。嗱，咁喺新嘅一年，我哋又可以點樣做呢？不如一齊聽聽今集職場先知請嚟嘅兩位嘉賓，咁聽下佢哋嘅分享啊！打工仔每日朝九晚六，為生活忙碌，同時要面對公司嘅內部競爭、嚟自上司嘅壓力等等，難免會遇到各種困難同挑戰。今集我哋邀請咗企業財務總監張素冰女士同教育公司運營經理陳曉霞女士，同大家討論一下佢哋對逆境求存、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個話題嘅睇法，一齊睇睇。我認為咧，打工仔喺逆境當中啦，當然咧第一件事就係要冷靜沉實去應對嘅。因為逆境出現嘅時候啦，我哋會遇到好多大量嘅問題需要去解決啦。例如係遇到一啲資金短缺嘅時候啦，人手不足啦，又或者種種嘅困難同埋挫折嘅。咁面對呢啲挑戰嘅時候咧，我哋更加應該咧冷靜去應對每一件事情啦。咁我覺得咧，如果喺逆境嘅時候咧，最重要係必須有正面嘅思維，同埋擁有能夠解決困難同逆境嘅能力。保持積極嘅態度咧係好重要嘅。點解咧？因為一般人咧，佢遇到困難咧就好容易自怨自艾啦。咁唔單止咧係諗唔到辦法去解決問題，咁反而咧被負面嘅情緒咧所駕馭咗咧，可能咧就不單止揾唔到解決問題啦，不能自拔添。咁所以喺日常嘅工作入邊咧，我哋應該預先培養到自己能夠解決逆境嘅問題嘅能力係非常重要，因為我哋喺一般嘅工作嘅環境入邊嘅能力咧，喺逆境嘅時候咧都唔可以做到咩工作嘅。我覺得遇到逆境咧，一開始到嚟嘅時候，或者一啲危機突然間發生嘅時候咧，我覺得個人一定係好慌張、好緊張嘅，同埋都會騰雞啊，唔知點樣算嘅。咁其實咧，呢啲係好正常嘅心理反應咯。咁我覺得重點就係我哋要先接受同埋盡快知道發生緊咩事啦。盡快去搜集資訊，了解最新嘅情況。因為我哋要了解到最新嘅情況之後，我哋先知道點樣去解決問題咯。咁我自己嘅個人嘅經驗就係以解決問題為優先嘅考慮嘅。咁當然啦，情緒啊或者心態嘅改變啊，其實就當你專注於解決問題嘅過程當中咧，慢慢咧，你都會去平息自己嘅情緒，都會慢慢去冷靜去應對翻嘅。因為我哋喺生活上或者工作上咧，點都會遇到唔開心或者逆境困難嘅。咁我首先咧覺得最緊要調整個人嘅心態啦。咁好似情緒咧就唔好高低起伏，因為你情緒一唔穩定咧，你不單止揾唔到個解決嘅問題，咁仲會咧就可能令到自己跌落深淵，無法自拔。第二咧就一定要掌控到周圍嘅環境，呢個逆境係咩原因所構成嘅咧？然後我哋係分析，咁提供一啲可以解決困難嘅方案咯。咁呢個係我覺得要喺呢方面為主嘅。我覺得作為一個領隊啦、領袖啦，或者上司管理層啦都好啦，咁我哋作為一個 team leader 啦嘅一個角色啦，對於一個團隊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因為佢係成為呢個團隊一個精神領袖嘅一個角色嘅。
咁如果當一啲危機啊、或者係一個逆境啊發生嘅時候，當然大家都會好慌張嘅。但係作為一個領隊啦，我哋作為一個 leader 啦，我哋都必須要保持一個正面嘅心態，同埋冷靜咁去應對呢件事。盡量咧就唔好將自己一啲情緒啦，或者負面嘅影響啦，影響到呢個團隊嘅士氣或者運作嘅。咁喺呢個時候發生嘅時候咧，當然都會團隊一啲成員啦，會感覺到好絕望啊，或者好失望嘅一個負面嘅情緒嘅時候啦。咁作為一個 leader 嘅角色啦，咁我覺得都應該係私底下去同佢哋輔導下，或者安撫翻佢哋嘅情緒，希望令到佢個人嘅情緒唔會影響到成個團隊嘅士氣嘅。咁我認為咧，作為一個組織或者公司嘅領導人，應該佢時時咧係準備自己咧去面對突發嘅危機嘅。咁面對危機嗰陣時咧，就我覺得最重要，我哋要維持我哋原本嘅願景嘅。咁因為亦都可能因為實際嘅需要咧，我哋將短期嘅目標作為修改。同時咧，我哋應該保持一個樂觀嘅態度啦，使到我哋嘅隊友咧都覺得有信心。但係亦都千祈唔好太有信心啦。咁有時候有需要咧，我哋必須要做出好明確嘅果斷嘅決定。咁希望將呢種壓力轉變為一種動力。咁作為一個leader，我覺得咧，時時我哋都要喺我哋嘅隊員面前咧表現出我哋係一個領導一個 leader。既然逆境避無可避，不如嘗試借住呢啲機會，從中揾到新嘅突破方向，化危為機。今日多謝兩位嘉賓嘅分享，我哋下一期職場先知節目再見啦，拜拜。